食是生活当中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安怎来食，嘛影响到地球的未来。最近这几年来，有愈来愈多日式餐厅支持环境友善的观念，像这间伫台北设置的日本料理店，总铺师场景中总是会行出料理台，甲人客分享东港食材的故事，嘛会甲食鱼相关的知识分享给人客，让人客除了食鱼仔之外，嘛会当来认捌到在地渔产，增加海洋饮食料理的知识。这嘛是守护环境、为地球奉献心力，另外一种的做法。一直走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恍如隔世了。最开始大家都觉得说，哇，这种东西能吃吗？必须告诉消费者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完善的透明化，他们就会愿意去改变跟接受。在吃这份餐的时候，你同样在为这个地球、为你自己的未来尽一份心力。渔船的瓦港来自海中上浅的鱼会登陆坎仔顶。伊是日本料理店的总铺师场景中，专长是将在地上浅的鱼仔放入伊的滋味了完美的烹调刀。一日工场景中带路，遥访伊日式餐厅的鱼库。先看大小，它这种是湿的，就是里面有带水。然后一般我会买干的，干的它的重量比较实重，比较不会失重。它这种越大颗啊，越饱满越好，它这样煮下去的时候才不会缩太多。无啊，你免过来啊，吃遐落啊。后你看你来个抓摄影师来创啥？后你要去上好啦。无啊哦。无啦，无，纯粹啦，这个啦。现在是凌晨的12点多，而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基隆的坎仔顶鱼市场，这里堪称是北台湾最大的渔获集散地，而这个时间大约就是顶级的挑客他们要挑选新鲜的渔获的最佳时刻。开店前的18点钟，伊拢会来这行一抓，找迄天料理的菜单。鲜度就很漂亮，因为这种小鱼基本上它们的鲜度不好保存，所以它们这种鱼体上来是很硬、很漂亮的时候，一般很多人买。它的藻味会比较重，但是它做生鱼片有一个特殊的清甜，然后会带淡淡的藻香气，所以这种鱼它需要一点时间去静置跟熟成。放置之后，它基本上它虽然是很便宜的鱼，但是处理得好，它的口感会比那个加纳或者鲷鱼来的更漂亮。今天多少？来190。这一只走啦。这边就是澎湖的箱子鱼，所以这边的澎湖都是一箱一箱的，所以他们渔获会跟我们在西岸看不太一样，他们就以石狗公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鱼种啊。澎湖、花莲、台东、宜兰，甚至西部的新竹，这卖包括全台湾各地沿海鱼啊，伊是安怎拣的？稍微摸一下，就是这只鱼它的鱼体状况，如果它本身已经软了，代表说它可能从死亡时间到它现在可能大概超过8个小时，对，它已经从僵直期到解浆了，代表它鱼体鲜度已经开始在掉了。做生鱼片的第一个体型不够大，第二个它的鱼鲜度不够新鲜。手钓鱼种一个好处是渔民会比较保护这些鱼，上来我要把它冰好、冰漂亮，来这边市场价钱就会好。那像整台拖网的啊，基本上就比较不会去保存，比较不会在意。相对他们就会以量来取胜。如同弱水3000，只出一瓢饮概念的一支钓，场景中真支持这款的钓法。无像拖网的大细尾拢掠，但过成本就比其他掠鱼的方式更较悬。我觉得我们台湾比较缺乏的是鱼类的分级。那告诉你这只船他们的做渔法是什么，让消费者知道说这只鱼的来源，然后知道说这只鱼的定价。台湾的渔业因为拢推崇数量至上，为大量掠的鱼啊，一尾甚至剩到无100块。来看日本用一支钓起来同种鱼啊，伫船顶水做处理，保持新鲜，继续可能是台湾的10倍以上。一旦鱼的附加价值提悬，渔民嘛使兼顾生活甲兼掠鱼啊。剩只只流水烂尔，无啊。来，开始来变金鱼。变金鱼。980。后面。哪讲哪看，伊找到今仔日沙西米的主工。我们今天买的是鬼头刀，
因为今天大概目前看下来啊，就剩它的鲜度跟它的色泽还有体况比较漂亮。那鲜度的话，基本上鱼体还在僵直期，然后它的整个背鳍呈现一个青色的状态，代表它基本上保鲜的程度非常漂亮。因为其实鱼好不好吃啊，它新鲜是一个要素，可是在台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素是如何去保存啊。如果说你有做真空啊，或者说有其他保存方式的话，它的肉质寿命可以延长到甚至到半年。我会建议可以去买夹链袋，水压式排气法，它这样就可以让它的鱼的状态有点像真空一样。无放过任何进行食鱼教育机会，拿台鱼啊杨正中拿带阮去分养殖甲野生的晏鱼。野生的啊，它的鳍这边的弧度会比较大，而且它的尾鳍会比较尖，因为它常在游泳，因为它破水，它的游速会比较高。跟消费者可以让他们安心的吃啦。我站在一个角度是单纯一个喜欢分享。张正中伫新北市十字夜市开店4年，一开始感觉绿色餐厅这4字真理想，也不离伊真遥远。刚开始我对绿色餐厅其实有抱持是觉得这事情不太可能啊。说实话，你在夜市突然做一个这么高端的餐饮，这边大概都100-200块，你突然落一个700-800的餐点到这边，消费者一定不会买单。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解释很多，它的背景是什么，从哪边，哪个船长。哪艘船，他们怎么捕捞，要跟他一一解释。对谈中有了解到他的故事，你有感动到，我相信吃这些东西味道感觉不一样。可是你要了解这个脉络，对，你比较能吃出真正丰富的滋味，对不对？都是绿色食食生活是全球性的运动，嘛成为气候变迁下餐饮界的生态系，爱当遵照永续海洋的原则，优先采用在地潮湿的食材。为了成为绿色餐饮指南认可的绿色餐厅，必须要通过符合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评分制度，这个过程行了真辛苦。张正中游玩无翻头。常常啊，就对面客满的时候，我这边是没有人力，曾经1个礼拜都没有生意，要一直损耗，因为生鱼片这东西不能久放。那我们今天的话有提供烤鱼的部分，有五仔鱼叶干。拍片后民众安心吃到食材本来气味，嘛要唤醒台湾人的海洋基因。这边像一个实验室，因为我们是以好吃，然后在地为出发点，所以它的食材组合跟变化会比较多样化，而且顺便测试这些模式到底是不是符合现在的商业需求。所以改变真的没这么快啊，这个改变你也必须付出相对应的代价跟成本。中部赛有意将大自然烹上桌，带民众认捌海产的真味。这毋也是来自产地甲餐厅业者的责任，力求年年有余改变，都要成为家己的饭桌顶开始。除了推行学习教育，阁有绿色餐厅是努力咧缩低食材为产地到餐桌的距离，因采用在地潮湿的食材，减少添加物，嘛注重产品的来源。像伫宜兰的深沟村，就有一个种猪仔的专家赖清祥，伊开一间店，专门用米来做松饼。伊所使用的有机友善的食材，9成9拢是来自当地小农。继续，咱就来看这场为土地延伸到餐桌的食食的革命。宜兰深沟村台湾新农村发展的一个所在，休耕期间农民游玩真无闲。新松大哥，这一片田是什么田？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年会让人家开放手工插秧，然后我们会种植那个米松饼的原料，像紫米、煮糯米啊，或者是鲜稻的田地。种友善的稻米也有10-20年的时间，蛮明显意识到台湾社会的年轻人减少吃米的机会。譬如说早餐我们不太吃稀饭，对我们在第一线种植稻米这些农夫来说，你必须承认它慢慢就形成一个压力，因为买方慢慢的减少了嘛。Hello， 今天的蛋来了。那不客气，你看好新鲜哦。是。赖清祥伫深沟村开一间绿色餐厅，拍饼缩低对产地到餐桌的距离。生沟这家店很有趣，就是其实你是站在种出这个稻米的土地上，
然后吃着这个稻米做出来的甜点，哦，那个近距离的感觉很特别。年轻世代味蕾已经被西方文化抢走了，我们如何把东方的土地生产出来的这些跟我们肠胃非常适合的这一些米类、谷类的原物料，再变成现在这个年轻时代喜欢的风味。减少碳的量以纯利为单位的饮食供应系统，开始一连串的味觉探险，细细风味开始有大食的灵魂。想要做真侪对土地好的代志，因未孤单。哇，阿虎，好久不见。对啊，第一次来产地。哎呀，对不用上。来，我们在采茶，其实就是现在采一些餐厅要用的那个红茶，冬天雨水会造就它另外一个味道，就是像麦饭石的概念。哦。雨水进到石头的净化根在吸收，所以我们这里茶都甜甜的。一方水土会当培育出有在地特色的农作物，希望带女人创作女士回忆。地方主人由政府坚持做绿色餐厅的最佳靠山。我们在做茶园的时候，我们很重要是一个叫生态半野放的方式。我在选品种的时候非常的仔细，为了要做有机，为了要做抗寒，我特别找11个品种测试。这个是深沟田种出的鲜米，而这个是友善茶园所种出的蜜香红茶，两者碰撞在一起，会出现什么化学反应呢？好，刚才会上一下紫米冰淇淋的米松饼。那帮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米松饼啊，然后跟上面的紫米冰淇淋都是用迎来在地友善环境小农而作物。那它整体的口感吃起来是外酥内 Q 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看。那两位慢用。2021年底疫情严重的时开这间店，由安无放弃开发和消费者食食的连接。通常准备这样一份，然后要花多少时间？大概10到15分钟。林大哥，这是你今天预定的2颗野餐篮。对，早。谢谢早。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野餐篮专属的那个米的松饼，就是用在地的米做的松饼，所以比较实在。它有那种米香跟米的扎实。对。不让客人在我们的餐厅群聚的话，对，那我们就在想说，既然我们这么靠近梅花湖，就让他们到大自然里面去。新中大哥他们有推出早餐篮，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可以提着早餐篮到梅花湖去用餐。要打造宜兰对舞台顶的小农，袂当无后台。这个就是轻松的米，它烘干完以后我们通常就会放到我们的大的冷藏库里面。它这里面大概1年365天都会保持在18度C 以下，要保持它的淀粉的年轻化，吃起来就会一直都保持很新鲜。这和一般的米价无同，重视作业细节。就是为着卖辜负友善小农的用心，可以会当放心地农产做事。轻松米就是割完以后，大概就是在3、4个小时之内，它会送到我们这里。那我们都是用低温烘干，那温度大概都是在50度左右。而且我们这里的烘谷呢，不是用柴油，是用煤油，那2个烘出来的风味会完全不一样。没油的会。没油是完全没有油耗味，小农都很辛苦，在最后这个阶段，如果又让它失去了那个原来的那个风味啊，或者是失去它的品质，这个是很可惜。其实一开始会有这间厂房，头家吴庆忠只是要解决家己的农产问题，想要到把有100的风台，帮助到1年收成200的小农，无法度过结点点。在宜兰县的小农界里面被昵称为是慈善事业，小农是很没有尊严的。从整地开始到插秧，其实都是被很多人刁难，地很小，没有人愿意种。很多小农会讲说，他们在这里找到种稻的尊严。用心成就好这的食物，各方的勇者站出来贡献家己的力量。因为台湾的粮食自给率仅那31.75%。粮食危机有一天，敢有可能变作问题？面类制品已经取代了3餐大部分的面的那种领域的时候，突然疫情发生，突然战争发生，突然
航运不运转，突然面粉再不进来，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到那一天才意识到说，哎呦，明天没有东西吃了。等于你在吃这份餐的时候，你同样在为这个地球、为你自己的未来尽一份心力。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华盛顿的苹果，从它的种植一直到最后采收运到台湾来，你知道它为整个地球造成多大的负担？其实绿色餐饮的业者，它是一个面对一个完全创新的时代，还有一个全新的地平线。我们的土地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才有可能维持这片土地始终生产我们生命生活所需的食物。否则的话，这个系统当它已经瓦解的那一天，我们是补不回来。吃出影响绿色饮食产业链面对挑战，打破烟柜想象，在各地渐渐啊成型。觉得有一点恍如隔世，你很难想象啊。从最开始大家都觉得说，哇，这种东西能吃吗？虫那么多，都吃成这样，然后这个东西的很不方便，然后吃起来像啃牧草。到了现在，你会发现，哎，好像它变成不但是大家流行追求，然后甚至是世界上大家一致的方向。改变当然发生，好好食饭嘛是爱地球的一种方式。餐桌上的革命，咱做回响土地地球。